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实在互人真心酸。中营海运今仔日发年终的奖金，平均一个人是60万，相当是10个月到11个月薪水。 银行立即通知，予中营海运的员工看到心花开。原来公司会再发年终奖金，金额差不多是10个月到11个月薪水，实在是有够多。中营海运将股东会当结束，通过发19.18亿奖金，以公司3000个员工来计算，平均每一个人有60万的年终奖金，超过10个月薪水。想要买一台国产车来照补。哇，会不会羡慕？ 是有一点，很羡慕，羡慕，怎么说？60万嘞，60万都快一个人的年薪了，真的是很棒哎！又有年终，又有年底的这一笔，又有奖金。看了会羡慕吗？非常羡慕，非常羡慕。想转行吗？很想，跑船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民众看到这么好康的代志，心善到要死，拢讲是要换头路。疫情期间全球运价涨悬，中营海运2020年开出关闭40个月年底奖金，2022年上关52个月，2023年搁发45个月年底奖金，明年2024年会发几个月，嘛互外界拢真好闲。中营海运员工3年领超过130个月年底奖金，加上今年5月10个月年终奖金，等有140个月奖金伫扣地，看到中营薪水领个这么多，互各行各业员工是看有食无，干那见，亲像佛祖庆悠闲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